你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覺醒從呢度開始嘅佛法解碼系列。今日呢一集，我哋會同大家介紹一位被尊稱為第二佛陀嘅偉大上師蓮花生大師。好啦，今集我哋會講幾個重點內容。首先係蓮花生大師嘅由來同埋佢嘅名號，佢究竟喺邊度誕生，又點樣將佛法帶入西藏？而信奉蓮花生大師又有啲乜嘢好處呢？點解佢會被視為降魔之主？仲有，原來我哋可以透過祈請蓮花生大師去增長智慧、提升財運，甚至化解障礙。你準備好未？我哋一齊開始啦！蓮花生大師，佢嘅梵文名叫 Padmasambhava， 意思係蓮花所生，而喺藏語入邊，大家更熟悉佢嘅稱號 Guru Rinpoche、Guru 仁波切，即係珍貴上師嘅意思。佢被尊稱為第二佛陀，係藏傳佛教歷史入邊地位僅次於釋迦牟尼佛。佢生活喺公元8世紀左右，大約係西元700幾年。喺嗰個時代，西藏仍然係一個多神信仰、充滿巫術嘅地方，而就係佢為西藏帶嚟咗佛法嘅光。傳說講，蓮花生大師並非由母胎出生，而係喺蓮花中化生而出。據說喺古國烏象啦，即係今日巴基斯坦斯瓦特山谷嗰帶，有一個蓮花池。有一日，一朵金色蓮花突然盛開，蓮心中出現一位孩童，佢就係蓮花生大師。呢個故事並唔係單純神話，而係象徵咗清淨智慧可以喺污濁世界綻放。正如佛法講，蓮花唔生於天，而生於泥。覺悟唔係離塵，而係入世。每個靈魂都要經歷痛苦、恐懼、失敗嘅泥濘，先能夠開出屬於自己嘅覺醒蓮花。公元8世紀嗰陣，西藏國王赤松德讚賞喺吐蕃王國建立佛教，但係當佢哋喺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嘅時候，據說有好多地神惡靈破壞工程，成日令寺院起唔成。國王無計可施，就請咗當時最有名嘅降魔上師蓮花生大師入藏。佢嚟到之後，以修行智慧降服諸魔，將嗰啲惡靈全部轉化成為護法神。從此佛法得以喺西藏落地生根。佢亦建立咗寧瑪派、紅教，開啟咗藏傳佛教嘅黃金時代。蓮花生大師留下咗3大貢獻：一、建立僧團同修行制度；二、傳入金剛乘密法 Vajrayana， 令修行更快速、更直接；三、創立伏藏法 Terma 系統，將經典同密法藏喺山洞、水底，甚至人心之中，等後世有緣人再發掘出嚟。呢啲伏藏法就好似靈魂入邊嘅種子，等有緣人開啟自己內在嘅智慧。點解要信奉蓮花生大師？首先，佢代表咗轉化嘅力量。蓮花生大師被稱為降魔之主，佢能夠將黑暗轉為光明，將業力化為智慧。佢唔會叫你逃避痛苦，而係教你用痛苦嚟練出智慧。對現代人嚟講，呢個就係靈性成長嘅核心能量。你唔需要完美先覺醒，你要先覺醒先會完美。第二，佢象徵內在大師嘅覺醒。信奉蓮花生大師唔係去拜神，而係透過佢嘅形象喚醒你自己內在嘅 Guru Rinpoche。每一個人心裏邊其實都有一位蓮花生。蓮花生代表覺醒嘅智慧、無畏嘅慈悲、轉化困難嘅力量。第三，佢有強大嘅護法力量。好多修行者相信祈請蓮花生大師可以清除業障同障礙，護持修行同家庭平安，
增長智慧同財運，消除鬼魅干擾，化解災劫。喺西藏、尼泊爾、不丹，幾乎每一戶人家都有蓮花生大師嘅唐卡或者塑像，因為佢哋相信家有蓮師，魔不入門。第四，佢係現代修行者嘅典範。蓮花生大師係心通佛理嘅智者，但同時亦係一位懂得人間慾望同情感嘅修行者。佢唔排斥世俗，反而教我哋要喺世俗中活出覺性。所以佢代表嘅修行方式係佛法唔喺山洞入邊，而喺你處理痛苦嘅每一刻。信奉蓮花生大師對現代人嘅意義係出淤泥而不染，係要我哋學識喺困境中保持覺性同清明，唔會被情緒吞沒。降魔成佛，我哋要將生命嘅困難視為靈魂課題，練成更高智慧。蓮花誕生，意思就係你要相信你嘅靈魂有能力自我淨化同再生。伏藏法就係你嘅潛能與天命，其實早已藏喺你內心，只等你開啟。金剛不壞心就係我哋要面對混亂嘅世界，仍能堅定不退，守護愛同真理。所以信奉蓮花生大師並唔係迷信，亦唔係拜神，而係信任自己內在嘅神聖。當你念出呢一句真言嘅時候，其實就係你召喚緊你內在從泥中開花嘅自己。蓮花生唔係天邊，就喺你心入邊。願你嘅心如蓮花般盛放。多謝你收睇今集嘅佛法解碼，感謝你睇到最後。如果今日呢條影片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個讚，再留言當下覺醒，同我分享你嘅感受。其實修行唔複雜，一念心就已經改變世界，唔需要太執着，活在當下，開心過好每一日先係最緊要。祝你心清明淨，心中有愛，活得自在。如果你想行得更深，可以隨緣成為會員，同一班同頻嘅朋友一齊共修，互相扶持。記得隨喜轉發出去，廣傳善知識，大家一齊積福報。訂閱我哋頻道，覺醒從呢度開始，同我哋保持聯繫，唔好錯過任何覺醒瞬間。最後 like 同 share 呢條片，下一集我哋會講降魔智慧，蓮花生大師如何化惡為護法。我哋下集再見。